設計以柔和木色與淺米白作為空間主調，透過清晰的櫃體線條與溫暖燈光，建立出安定、整潔而富有生活感的居住氣氛。空間的規劃重視連貫與秩序，飯廳、客廳與收納機能自然串聯，在有限面積之中維持開闊視野，讓日常起居更顯鬆容。兒童房則以童趣造型床架與柔和粉飾點綴，營造輕盈可愛的氣氛，讓功能與成長感一同並存。至於睡房與工作區，則透過軟裝延續同一份安定感。主人房透過訂製家私整合收納、書桌與展示功能，令每個角落都各有用途，同時保持畫面乾淨利落。整體設計透過材質、色彩與細緻的平衡，慢慢鋪出一種舒服內看的生活氣氛。